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，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。仵作正往这儿赶呢，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。还有，圆梦不见了，京都府正在查。大人，那个圆梦留了封信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，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，时常打骂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。死者是谁？是楼里的车姬。这是金家姑娘，她怎么还在抱月楼？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？大人，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，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。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，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？凶手，这是故意选的。大人，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，那3个人进了院内，未曾询问，也未曾拣选，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，直到活活打死，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。这就是随便挑的。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。就在那个地方。凶手呢？大人，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，行踪我们正在追查。别让凶手出京东。大人放心，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。老王，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，禁止有人进出吗？少了，大人。杀人者身手过人，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，咱是防不胜防啊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，死的是谁都一样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邓子越，全力追捕袁茂。是。哎，你说范闲回来了？是的，少爷。我爹特高兴吧？爹，您叫我。哎，哥，你可回来了。这还什么都没问呢，就先跪了。这气氛我熟。抱月楼的事儿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谁是东家？我。这不胡闹吗？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娘，我就是想挣点钱。为了银子，连人都不做了？老爷，你饶他一命吧！啊，好啊。举家法来。不用。其实他也是被人骗了。对，死者本来就不聪明，肯定是被骗的。娘，您平时不是说我挺聪明的吗？这会儿就闭嘴吧。不论是否被骗，既然犯了错，就要受罚。这顿打，他逃不了。其实我已经打过了。对，范闲他已经打过了。你们见过
啊，见了，上回差点把我打死。为何不跟我说？我哥说跟谁都别说，就让我在屋里待着。这些天不出门是因为范闲？啊，那岂不是早就回过京都？确实回过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这事说来话长，别让他一直跪着。站那儿。说到底啊，这件事儿还是老二给我挖的坑。反正情况啊，就大概是这样。抱月楼逼良为娼的事儿，他确实不知道。您听见了？我真不知道。抱月楼一旦事发，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哎，别爹，他们没跟我说是青楼，就说是听曲儿聊天的地儿。我哎，那怎么办啊？其实这事儿啊，只要我妥协服软，就能过去。那不可能！姨娘这么相信我？什么时候见你服过软呀？思哲这事儿你有安排了？短时间之内，抱月楼要想跟他撇清关系，不太现实。现在要想保他，就只能离开京都。有道理。那我陪思哲回儋州怼着，也不能留在庆国，不在庆国去哪儿啊？要北上，去北齐。太远了吧？也好，那我就陪思哲北上。姨娘不能陪，她得自己去。为什么？是啊，这是暗中远行，不是游山玩水。你好歹也是国公之女，你陪着谁不认识？那也不能让思哲一个人去北齐呀，他都没离开过京都。思哲，你害怕吗？有点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难。突然之间就要离家远行，从锦衣玉食变成无依无靠、前途未卜。你别说了，越说我越害怕。但这对你来说也是机会。这哪算机会呀？人不离开家，就永远不会长大。你是不是也想过，想对某个人证明？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，证明你并非做每件事情都是错的，证明你自己也可以被期待。我想证明，那就北上，找到你自己的路。他做不到。好，大声一点。好，我听不见，我能做到。错误是我犯的，我就承担后果。爷，我愿意去北齐。可你明明在害怕呀。娘，我是害怕呀，可是我也不能总在您的身后啊。我已经长大了。何时出发？今晚。这么快？快点好，娘，我怕再过2天我变卦了。哥，北齐是不是特冷啊？有点冷。好，那我多拿几件厚衣服啊，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。怎么一下子人全变了？姨娘，有时男人长大，只要一瞬间就够了。不行，我得去交代2句。还真有些突然。说到底啊，他还是被我牵连的。你刚才说的没错。什么？男人长大就要一瞬间就够了。命运嘛，总是突如其来。这小子没让我失望，不愧是我儿子。
这些话，您倒是当着他面说呀。天冷了就记得加衣服，每天吃饭别马虎了。知道了，娘，您别送我了，再送我真舍不得了。行，行了，别哭了，您再哭该出皱纹了。你才出皱纹呢。走了，娘。范闲刚才说，有些话该当你面讲。马车备好了。谢爹。还有，你没让我失望。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。一路小心，我跟你娘等你回家。看什么？看雨。我从小就在京都长大，什么样的雨都见过，早就看腻了。可是今儿这雨，怎么有点舍不得呢？你就当是京都为了给你送别，感动的都哭了。要不你也哭出来？我不哭，我现在是大人了，大人都不哭。大人也会哭，有的时候长大了，想哭的时候更多。哥，那你陪我一块儿哭吧。北上的又不是我，我哭什么？你就一句好话都不会说，是吧？银票啊，这都是给我的。这是本钱，等到了北齐啊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赚钱。做什么买卖你自己定，出什么事儿你自己扛着。别忘了，你要跟爹争辩，要跟你自己争辩。嫌你们疯了，这钱得还啊，这是投资，等你赚了钱我得分红啊。咱们这亲兄弟还算这么明白呢。不要还回来了？不，你放心，肯定不能让你赔本。你说这个挣钱是第一个任务，那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呀？你还记得郭宝坤吧？啊，他也在北齐。别了吧，什么别了吧？你都给他打得那么惨了，斩草还要除根啊！他现在给我做事儿呢。他都能给你做事儿了。你到了北齐，第一个先去找郭宝坤啊，然后呢？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，记在心里，别告诉第二个人。那能告诉郭宝坤吗？别告诉第三个人。咱说话得严谨。闭嘴。
辛苦各位兄弟，提司严重了。这几位会护送你北上，一路上他们照顾你。他们几个是谁呀？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，路上小心。走吧。那我娘你帮我多照顾点啊！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谢谢哥。记着呢啊，放心吧，亏不了。不用担心，那几个都是四处的好手。你弟不会有事的，多谢了。不用谢我。若不是院长交代，我可没工夫管你的闲事儿。哎，明天我到一处上任，要不要来看一眼？范闲吧，叶灵儿，看来我这轻功还得练啊。你快来快来，我跟你交代点事儿。你跟我交代什么呀？晚上呢？别打岔，我记性不好。婉儿料到你会来，提前躲出去了。婉儿躲着我，为什么？她让我跟你说，第一点，婉儿知道你很爱她，她也很爱你。第二点，因为第一点，所以她很担心你刚回来会面对很多危险，她希望你能集中精力好好应对。第三点，因为以上两点，你最近就别来找她了，她是不会见你的。这话都是婉儿说的？这都是我理解婉儿说的话。哦，她说你会懂她的。哦，还有一点啊，什么来着？哦，他说他一直都在。我懂。哦，那麻烦你也帮我转达两句呗。哦，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想你；第二，放心。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不记了？就4个字我还记不住。哦，有道理。你快走吧。真搞不懂你，想见就见呗，干嘛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？眼下时局，他应该专心做他自己的事儿。我怕我见了他，就不想让他走了。真羡慕你们，我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。灵儿，你要是实在无法接受陛下的赐婚，明日我陪你进宫，向陛下请命，把婚退了。我爹是不会同意的，我都想好了，大不了一死。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！家里已经在着手婚约的事儿了，我看着实在心烦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啊？想住多久
救主跺脚。这个我给爹送过去。这什么呀？还这是什么解药啊？我差点忘了。来，吃1粒就够了啊。知道了。大人，没事，让我自己缓缓就好了。大人，您自从回了京都，这真气就越来越不受控制了。您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找个人问问吧。问谁去啊？我都不知道谁跟我练一样的真气。你就别再跟人动手了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又不是惹事儿的人。有什么你就说。没什么要说的，您说的都对。邓子越那边消息都散出去了，你还操这个心？这么点小事儿不成问题。叶小姐来了。叶灵儿，晚上来了吗？真病了？没有，装的。哦，那我会转达给马儿的。他是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？你又没病，就不转达了。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声，我很想他。知道啦。大人，您这是真性情哈，您赶紧坐下吧。大人，那个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是，散播出去了，而且从结果上来看吧，百姓确实还是更相信您一些。那你还叹什么气呀？发什么愁啊？因为近来六部之间有一些传闻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是大人他以权谋私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督察院彻查贪官，那说都是大人在背后指使啊。那证据就是，被查那些贪官都是二殿下的亲信嘛。所以范闲这所谓查贪惩奸，不过就是党争罢了。借大义是幌子，与李承则为敌才是底子。大人，您都听说了？听你这么一提，猜出来了。那这传闻有什么问题啊？这堂上的诸公不都是这样啊？但是我不行啊，我的背后是监察院，大义这幌子，我能用第一次，就能用第二次。我今天能用这手段对付李承则，明天啊，就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京都的每一位朝臣。来，喝点水。那到时候啊，就会人人自危，大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还没法解释，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我没那么阴险，就是年轻莽撞。妙啊，此计甚妙。大人，该怎么干呀？大人，您干嘛去？见马儿。哎，大人，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您别忘了，现在对外您是有病，你有谁说不是呢？你有药啊？不是你有病，你哪有上京溜达的呀？那是我未婚妻。那就更荒唐了。让京都百官觉得我荒唐些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妙啊！老邓回医处，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继续散，他们要的是官场，我要的是民心。是。大人，您好歹得做着这个啊！咱现在是重病啊！圆梦跟世子的关系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。小范大人身为监察院提司，想传播个消息，轻而易举。世子一直跟殿下走得很近，已经有人在猜这抱月楼背后不简单了。无妨，坊间传闻嘛，这点我跟范闲倒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他有传播，我何尝不是啊？
殿下已经传布谣言了，坊间未曾听闻啊。坊间咱们斗不过，百姓嘛，天生恨贪官，这点范闲占了先手。我的消息啊，只送官场。殿下，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，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。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，不能老在家待着，走个亲戚。走个亲戚，赶在这个时节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个重要的品质，叫落井下石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磨刀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装病了吗？婉儿在吗？屋里呢。哎，对了，顺便问你一句啊，这怎么院门口开着，一个守门的也没有啊？都在屋里，防刺客。有人要对婉儿不利？不是刺婉儿，那还能刺谁啊？二表哥，这顿饭是一定要吃吗？什么二表哥，叫二哥，自家兄妹叫生分了。都这时间了，我串个亲戚蹭个饭，你好意思赶我走啊？命重要还是饭重要？我都要。李承泽来了，你说有人要杀他，谁要杀他？我。你要杀李承泽，不然我磨什么刀？他可是当朝皇子，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死定了。那你还要杀他？陛下赐婚，不愿意。我也不愿意啊。说句实话，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，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。他不愿意，你也不愿意，那就好办多了，把婚事退了不就行了？我们愿不愿意重要吗？陛下赐婚，金口玉言。婉儿，我问你，假设你跟范闲第一次相见就互看生厌，你们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们的结果还会是一样，你们天生一对，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。其实我们的婚事跟我们无关，婉儿，你只是运气好。干什么啊？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，这刀够快了，杀人足够。你根本就不敢杀他。你所谓横刀，只不过是摆个姿态，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，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。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。对，我确实不敢杀他，我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，因为我走了，就是抗旨，叶家担不起。所以我只能逃避。你不敢杀他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什么啊？剧毒，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。半日之后啊，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。你疯了！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？那也不能杀人呐！你们有多大仇，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？
你说的对，我想错了，不能毒死。走吧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呢？算了，我也进去吧。逃避又能逃哪儿去？总要面对。是要面对，现实着实残酷，却又无处可逃。二表哥话里有话，不如直抒胸臆。本来想要瞒你，但想想范家和鲍玉楼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当然，我来是想替范闲解释一下，鲍玉楼这产业是范思哲的，与他无关，你不要太怪他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偷偷放范思哲走也情有可原，毕竟血脉相连嘛。只是这产业终究残忍了些，这2天还有个歌妓被活活打死，对人命还是应该有些敬畏的。你呢，没事劝劝他们，这产业啊，能不做就别做了。哎，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范闲回京都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来看过你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这还快啊？太慢了吧？这还失控了？你看什么看？就是说你呢，啊！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不许学他，知道吗？咱得学好，学好啊，有草吃啊！嘿嘿嘿。哎，殿下，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是我。殿下真是博闻强记呀，还记得我。哎。在城外，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的。不是我，那是高达，这站我旁边那个。你们2个一起的。殿下您别误会啊，我比较温和，这高达比较暴躁啊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邓子越。邓子越，之前是这名？正是啊。邓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人呢？进去了吗？谁呀？刚才那个北齐大公主啊，她路过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那边。你怎么没拦她呀？我哪敢拦公主啊？她是来见婉儿的。她刚才没来得及说。我去把她找来。哎。邓子越，记住了。邓某惶恐啊！子越惶恐啊！邓子越惶恐啊！怎么受了这么多？在北齐受苦了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受苦呢？我在北齐可威风了。再说了，受点精神。那可别弄垮了身子。对不起啊。
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？本来呢是应该一回京都就来见你，但是陛下把我叫走了，之后一直琐事不断，麻烦缠身，拖到现在才来，是我错了。可你不该今日来，你不是病着呢吗？没事，装的。装的。那你爹呢？也一样，也是装的。家风使然。你可别逞强，保证不会。陈家装病，这算不算是欺君啊？我还得替你瞒着。殿下少说两句，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。气性真大。你问婉儿，我来这一趟可都是在替你说话。你要是觉着心烦，咱送客。这么无情啊？不用。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楚。抱月楼外惨死那姑娘，她姓金，你知道吗？我该知道吗？怎么听起来你们很熟啊？他爹也是死在抱月楼外，这么巧啊？怎么死的呀？怎么死的？逼良为娼，家破人亡。那你得赶紧劝劝范思哲，让他投案。2条人命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可惜，没了。我该说什么呀？京都这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？除了可惜，你让我说什么？说实话，你能是这心态，我确实佩服。生死无常，看淡些。这话说得好，我记住。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。他饿了怎么办？就是这么会儿，没事儿。哦。这有草，饿不着。哎，我们不事先通报，直接来见林郡主，会不会有些不合理的数？不要紧，婉儿跟我自家妹妹一样。怎么了？头发乱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在兵营里面帮着整理盔甲，整理惯了，是我失礼，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下次
别这样了。干什么？要不我歃血为誓。这是我们北齐的习惯。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鲁了？边军这么些年，有些习惯啊，一下子改不了。不使率真，倒也是好事。啊？咋了？这边。哦。小时候呀，就没事来这混饭，味道没怎么变。是吗？那大表哥多吃点儿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气氛不对呀。我还瞧见。没什么怪的，倒是你们二位，这是……我欠他一匹马。什么马？我们刚去了集市，将马买了。大齐皇室向来坦荡，绝不欠账。买马？武刚试骑了，庆国战马倒也风驰电掣。京都集市上买的战马？那逛累了，公主想要认识你，我就把人领来了。公主请。刚刚聊什么了？感觉杀气腾腾啊！大哥说笑了，就是闲聊。我在边军待这么久，杀气不太会看错。你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是能退退，能让让。真的吗？我敬你。敬我？赔罪的，我不该拿刀指你。没事，总比照脸扔过来强。你有心上人吗？什么？就是那种以身相许、青梅竹马。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好事，未来成婚，你我多少些痛苦。怎么了？我刚刚一直在看你。在看我？想看仔细点儿，之前没有端详过。喝醉了？我是喝酒了，但我很清醒。殿下，我看了你好一会儿，你很有特色，但我还是没法喜欢你。所以呢？你对我呢？差不多。那咱们应该共同努力，把这婚约给退了。怎么退？你刚刚不是说能退就退吗？不是一码事儿，这是陛下赐婚。那咱俩之间毫无感情啊！重要吗？这不重要吗？婚约定的是下半生。信命吗？你不会告诉我咱俩之间的婚约是命中注定的？人生在世，命运所人。对于你我二人来说，陛下的旨意就是天命。既然无法反抗，只能接受。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那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都是赐婚，你问问他们想过逃吗？早就想过啊。从边境回京那会儿，途中几家驿站，我都留好了马匹。留马？为什么？我想着，咱们也该见见公主吧。如果见了还行，那没什么好说。如果不行呢？京都出城驿站换马一路不停，没几天就能到边境。你准备什么时候逃离京都？怎么谋划的？我能一块参谋参谋吗？你帮我参谋逃婚？我从小到大
就想逃出皇城，只不过都是做梦罢了。没想到遇上一个真的，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暂时不用。为什么？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他。那你若是想逃，告诉我一声。好，保证第一个跟你说。你若不愿私婚的话，也可以考虑看看逃去边境，那里山高水远，无拘无束。我逃不了，叶家满门都在京都。全家走也不是不行啊。不太可能。叶家世受皇恩，皆有军职，怎么可能逃到边境？听着都像造反。不去边境也可以去儋州。我刚来京都那会儿，天天想逃回儋州。你也想逃？若不是我遇到的是婉儿，我早就逃了。为了婚事，你敢抗旨？后半生比圣旨重要。也对，别人不敢说，但小范大人是哪哪都敢去。别说当年，就是现在，要是真心想走，北齐也不在话下。毕竟交友广泛。小范大人在北齐的传闻，其实都不是真的，尤其是多情二字。殿下，咱们这儿没人提这二字啊。可是传闻很多啊，你和朵朵谁不知道？全天下都认为你小范大人和我北齐圣女海棠朵朵心有灵犀，情根深重，相见恨晚。修辞可以不用这么多。这些传闻，郡主都听过吧？早就听过了。所以这次前来拜访，就是为了辟谣，小范大人与朵朵绝无私情。传闻是假的，不能说假，那些事情倒是都有。都有是吧？是，什么殿上诉衷情、寿宴双飞舞啊，都是真的。真的是吧？但是这些都是逢场作戏。小范大人与朵朵只是性情相投，有些默契而已，其他情愫绝对没有。有些默契，是吧？殿下啊，你说你马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你的战马呢？在门口啊。我能去看看吗？那你去呗。那你能带我去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陪他去看一下。殿下，您就跟我交句实话，您到底是干嘛来的？母后与我交代过，小范大人未来掌管内库，与我北齐有生意往来，所以于公于私，我都要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对呀，我特地来见郡主，就是为了帮你澄清误会。澄清？那我真得多谢您啊！应该的。不劳殿下费心，婉儿这边啊，我自己能应对。你自己可以吗？本来可以的。那就好。那就说回正事吧。还有正事啊？你与李承泽争斗，我听说了，我们可以帮你。你们？你要斗倒皇子，起因就是他暗中与沈仲走私。证据不足，只能转为惩贪。证据可以有，我可以飞鸽传书回北齐，他们暗中勾结的证据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，保证让他百口莫辩。已经飞鸽了？还未，看你选择时机。殿下，您这个时候让北齐那边送来证据，百口莫辩的不是李承泽，是我。为何这么说啊？顺序错了。若是北齐先送来证据，我再参他，这叫做顺理成章。
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撕破了脸，北齐再这么配合，直接把证据送过来，别人怎么看啊？通敌的是他还是我呀？这个顾虑倒是真的，可是若不牵扯通敌，怎样才能斗倒一个皇子啊？不劳殿下费心，方法我自己想。有什么需要北齐支援，尽管开口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来都来了，你的马呢？牵过来看看。牵什么马呀？你这不喂着呢吗？就它啊？这也不是马呀？怎么不是？集市上买的就这一匹，我刚刚还骑了风驰电掣的。我觉着啊，范闲留在北齐，可能真是为求保命，才会故布迷阵。婉儿，你放心，如果他真跟那个什么圣女有关系，我替你揍他。多谢大表哥。我刚才就想问，在京都集市上能买到战马吗？怎么可能啊！集市买战马，马贩子不要脑袋了。那你们买了个什么？骡子。骡子？他也不能风驰电掣呀，这都拉货的。那他怎么说是战马？他一直说什么大齐皇室有债必还，你一定要赔我马。我想着也不能扫了人的兴致。他怎么会跟你去买马？赔马呀！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，我意思是他护卫呢？有我在，要什么护卫？你护卫呢？我杀上朝回来的，京都闲逛要护卫。你一个人去约他，他就单独跟你出来了？因为要赔马呀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特别好，真的。看来啊，是他被马贩子给骗了。谁被谁给骗了？他毕竟是皇子，想必跟我一样，生来便被重重保护。就算去了边军，估计也不会让他真的涉险，所以跟我一样，骡马分不清。这也能找到解释？皇室子弟总有无奈，你别告诉他，不然他多尴尬。如果范闲没说穿，你们啊也别拆穿真相，没必要让他难堪。唉，怎么了？真是羡慕。抱歉，没法比。大哥在边军多年，行诗飒爽，我学不来。不过是粗鲁罢了。期待大哥未来日子再回边军，杀敌立功。承你吉言。不过呀，这未来要是大庆与北齐战事再起，不光要依靠大哥武力，也要仰仗我们小范大人了。不说圣女，就连大公主对小范大人都是另眼所看，可见啊，此次出行收获非浅。二表哥今日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我也知道，二表哥今日并非真是为了看我。你想多了。我知道，近日朝堂起风波，我也知道，范闲与二表哥互有争锋。婉儿，这些事啊，与你无关。二表哥，我毕竟从小也是在宫里长大的，你的行事手段我都看着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绝对不会无的放矢。今日你来，话是说了很多，其实也就4个字：釜底抽薪。哦，怎么说？陛下旨意，与我成婚者，接手内库财权。
今日二表哥话里话外，抱月楼也好，北齐传闻也罢，无非就是让我心生芥蒂，毁去婚约。范闲没了财权，自然无法再与二表哥争斗。二表哥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在你心中啊，我就只有心机手段，没有一丝真情实意。当然有，只是藏太深，没人看得见。这是京都啊，人心这东西，谁不想好好藏？我不想藏。二表哥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林婉儿和范闲的婚约绝不会变。哎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只能说啊，我今天就不该来。二表哥随时都可以来，只是不用带太多的心思。这位叶女侠，今天还杀我吗？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怎么，小范大人要亲自动手啊？麻烦举个杯。你在酒里下毒。京都那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除了可惜，我还应该说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我不信，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啊？嗯？什么毒啊？什么毒啊？解药在哪儿呢？生死无常，咱们呀，看开点儿。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，还真不错。殿下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当真了？哎，拿着，这又是什么呀？我说这是解药，你敢信吗？老二，咱不打扰他。精彩，这顿饭没白来，那我也先不打扰了。我送你。跟范闲好好说说，实在不行，服个软也行。
这才是毒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毒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范闲亲口说的。所以说，刚才酒里没有毒，这个是毒，是吗？啊？你说呀！我也不知道啊。生死一线，好久都没这么刺激。